淡水的轻便铁路头一期已经通车，目前第二期还有前期。在地居民组成联盟反对轻便铁路规划到绕过去，讲会破坏在地历史地景。不过新北市政府也提出伫咧河边方案，不过在地乡亲却认为讲会破坏自然环境，也希望会当取消规划。新北市财运工程处表示讲会继续沟通解决疑虑。淡海轻铁第二期工程是真侪争议，昨民进党立委黄文甲反轻铁入老街水花行动联盟开记者会，讲即马新北市政府要采用的豪华方案是会破坏到淡水的空间。豪华方案是暗算对捷运淡水站出发，沿豪华到关掉广场了后，驶入去中正路，继续延伸到渔人码头。咱这捷运通车20几年吼，已经甲开的豪华变做一个足水的这个绿带、景观带。甲清水的散步空间，你看卖啊，那安尼规个轻轨为遮开起哩，咱看会到的吼，这规排的路树绿带废掉。联盟表示，水花这条路是11.5公尺宽，起轻铁了后，敢若剩1.5公尺互人行，2.05公尺互沿路点头，实质无够用，阁危险。立委黄云嘛认为，无一定爱起轻铁，公车嘛是一个选择。事实上，轻轨本来就已经盖好了那个青山线，在没有那个盖好的轻轨前，淡水本来就有免费的公车，所以如果还希望交通更好的话，我觉得也许可以做的是免费的公车的频率增加。黄云表示，希望政府会使继续甲当地民众沟通，再来规划。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，会继续甲地方的居民沟通，解决民众的疑虑，引注上大的共识。记者郭碧君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